众朋友，今日讲好无？欢迎收看福喜来，我是阿明哥刘浩明。客人对土地神过从事，嗰时睇客庄地位，都可以看到大大细细嘅土地神。对啊，土地神啊，就有一啲鬼好嘅名啊，叫北公。北公意思讲，伊唔单止係伊啲神明，其實伊都係外地嘅親戚，外地嘅太爺啥。唔是講，但是講，伊都係聽我哋嘅莊頭啦、莊面啦，還有我哋嘅水溝啦，嗰個地方，睇莊到我哋一個村莊。嗰個對鬼道嘅歡迎講嘅話，其實北公係伊嘅神法地位最重要嘅伊嘅神明。但是對於北公嘅文化來講嘅話，其實睇見而家客家莊地位，因為我哋嘅太爺啥，慢慢嘅冇重視，冇講慢慢嘅意見，也文化意見會受曬下嚟。但是聽我哋嘅片段，有啲談條沙起。而對有位北公嘅文化，希望講用呢種無腔嘅方法去流傳下去。我哋今日就講到喺我哋片段人談條沙嘅總幹事，還有志工嚟到現場，同人哋講以慶樣去保存我哋嘅北公嘅文化。好，我哋馬上歡迎我哋總幹事莊偉姐嚟到現場。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來自屏東縣松子鄉潭頭沙區總幹事鍾壯妹。好，今日還有我哋志工我哋嘅副組姐姐嚟到現場，副組姐姐。主持人好，我來自屏東縣松子鄉潭頭村的王副組。一開始我哋可以看到副組姐姐今日帶一個鬼匠嘅帽啦，其實有帽有啲鬼特別嘅來歷。副組姐姐同我哋講一下，你今日帶帽係乜來歷啦？係哦，也當帽也生三副啊，嗬，150年嚟哦，係我家講嘅媽媽嘅。阿太嘅哦，因為我家講到102歲啊，佢說係佢嘅媽媽，佢說也身上已經有150年嘅歷史嘅哦。嗰時變成一個鬼古老嘅古文，係鬼有紀念意義嘅古文啊！嚇，佢等於講其實睇你哋潭頭沙期來講嘛，其實我哋講潭頭，睇我哋從事算是一啲開發鬼做嘅沙期啦，將同我哋咧副組織有做個上會用嘅，因為伊也要沙期開發嘅鬼做，嗰時地方有鬼多嗰種，我哋講鬼胎嘅家畜嘛，人胎鬼叫嘅家畜，嗰時我有安尼安整過嘅顧問啊，因為我哋想講，他可能對潭頭可能唔到底啦，嚇，係咪莊偉姐，你咪同我小姐，第一先同我小姐，你知講好冇？我以前服務嘅係松子避險所做護理長，我服務31年退休，退休以後我入嚟阿沙區已經8年咧。好，我嚟做喺天數做我哋資源盤點，還有社區的資源調查。我哋都發現到講，哦，潭頭村吼，應該嚟做我哋1806年都開始，我哋都嚟做社區地圖，哦，過嚟都社區劇場，還有就是畫本，還有就是做。影像記錄。問題係，你即下以前係做我哋衛生所嘅護理長嘛嚇，咁即係你講退休嘅，你好好去吹料，你所以去投入做我哋沙期嘅職工咯。因為我感覺我哋沙期啲輩啊吼，打電話同我講，唔會寫計劃書嚟同我哋聽書好冇？當初也有幾多其他地方啦，我想講。既然以前我上班的時間，也沙期有幫忙講啊，我又想講回饋社區啦。事實上冇唔錯，因為其實我哋沙期地位最棘手，我都講，我寫計劃噶啦，嚇，我生產安尼啦，嚇，我核銷啦，我判吃飯，因為其實沙期幾時要安尼人才啦，咁副組長咯，你做乜我嚟做志工咯？因為我哋講，你即個咪幾無限啊？因為我家講，佢對呀關懷據點成立以來。佢都入來參加嘅，咁我家講伊都入來參加一個關懷據點，咁都本人照顧，咁我都免講，咁自家講本志工睇照顧，咁我咪要入來加入做一個志工啊，故所以路邊啊，安尼135啊，兩支家講啊，如果去關懷據點安尼啦。你反正你照顧自家家講啦，嘛照顧朋友嘅家講啦。因為吼，我上次觀眾朋友其他講發現講，頭到我哋咧莊偉姐有講到幾度吼，譬如講就開始做關懷據點啦，吼，因為其他幾度沙期做關懷據點，但是伊可能都唔知講，從此潭頭到底係一啲樣嘅地方，你要請我哋莊偉姐同我說明下嘛？好，我哋潭頭村吼，喺松子鄉係比較靠近屏東市，吼，同林樂隔壁，我哋個村大概2000人嘅人口。2300多人口，然後客家人95%啦，後生人都大部分出現都不會是條路，全都老人家提不卡，所以關懷據點，我哋98年都成立嘅喲，都也13年了喲。但是
年轻人还是在外面这条路嘿。其他这个台问题，你讲啊，人讲高龄化，高龄化，佢多位老人家睇到卡真的是在中国。对，好，中国，然后单身人的过来，单身人过来是没问题，但是问题冇人照顾，冇人照顾第一件事情，你讲当初唔係什麼嘅。对，有時節我哋講我哋南部嗰日啊，下晝我去外面買啲自助餐，其實佢唔響，有時係佢冇人到。早晨就隨便食，下晝又唔係什麼嘅，晏晝就自己隨便食，叫佢以來有營養都唔冇。嗰種像我哋睇，你關懷據點裏邊，係咪常常看到安尼老人家？有，還有講生意都會攞杯啊，長輩都攞安尼據點，啊，他會家屬啊，家奶妹會打電話幫安尼咯，安尼會提聯絡個，嘿，萬一有乜個事情那些，我們緊急如果說有乜個事情那些，安尼送醫院的安尼幫我提聯絡，因為我做話你冇事，因為你這個有護理的背景嘛，對，嗰種你這個過來做關懷據點的時間，你這個有特別講。作為一個關懷據點的時間，你有對人護理的背景有乜個天數？有哦，因為吼有一擺拄到一個老人家說，可能冇牙齒，啊，佢都身體好，啊，食得好講到都平安往下，他講人去順向個長輩都過緊張過強，啊，人哋都強啊講強啊，後來佢裝備車啊撲啊都噴出來，安尼都好誒。係啊，後來我哋要再送去醫院嚟檢查，都冇問題，好家陣好孬。對。都變成講以前這個睇護理地方學到嘅結構，好睇下邊有天數過，而且最重要的事情，如果因為這個有可以前有做護理裝啦，嗰時唔會看到安尼情形，唔會感覺到佢緊張。咁將唔定而家做關懷據點嘅話，差唔多有到老人家。我哋應該有40咧，40位老人家。對。幾多呢？幾多嗬？係，咁平常我發講有幾人睇藝人睇禮拜時就要上下課冇？有，我哋課上排下親嗬，我哋有無講早餐的神槍，啊，所以我哋課程都排下切專門嗬，幾多佢哋地方嘅長輩過來，我哋一片講，哎呦，你啊幾好，我哋頭先條雙，下晝就要雙，動態靜態都有，對。哦，早晨就要霜，下晝要霜啊！你等於係拖老嘅嘛？你個以前講，係啊，要適應嘅面草。係啊，你等於我哋以前講生意可以拖延，而家我哋係拖老係啊。但是你其實我感覺到過後你講，其實太年少有你照顧嘅時間，生意你都喺外面工作，如果過放心。對。好，頭先幾多我哋一開始講，因為其實頭先講你按到嘅我哋都太年少嘅嘛，因為太年少其實最重要你講，以自己嘅回憶。尤其係從而這個感到本體都喺呢啲談頭嘅時間，而這個我看到談頭所有嘅改變，所有嘅變化、形式嘅變化啦、建築嘅變化，而且個全部都啲。然後將嚟入邊要做一啲我哋講白講嘅一啲我哋講紀錄片嘛嚇。當初做乜想要做下紀錄片咯？因為我哋裝備啊嚇，要拿相片來啦嚇，要我哋看啦，我哋要種資料。去解釋嗬，喺佢解釋講，人家相片是點樣嘅情形，佢都解釋我哋聽。安尼要講上，安尼我留下來喲，裝備嘅以前嘅回憶啊，我哋留下來。安尼都慢慢的想講啊，都好安尼探討。白宮有舊嘅，安尼都來裝嘅白宮嘅紀錄片，係啊，安樣拜白宮也是把它記錄下來。係長輩的傳承一定要傳下來。後生人從來都唔曉做班呢。我媽媽有教講，我填表佢哋也唔曉做，嗰時來到據點，我都學做班咧。嗰種嘢事情都講，我哋咧睇嘅時候拿啲相片啦，其實相片其實佢珍貴啦。以前睇佢做戲嘅時間，佢翕相，應該講要可以翕相嘅意思冇一度，哦，嗰種也俾相片地位都記錄嘅幾時嘅神法地位。同樣我哋講，嗰種相片地位係講喺白宮嘅時間，你都發現講其實幾時嘅白宮睇一般人民嘅神法地位。都有啲幾重要嘅角色。按頭先講，人咧談頭要舊嘅白宮啊，一舊嘅白宮太富喺哪啊？哦，和順、台長、沈榕樹，啊個榕樹，啊個有還有菖蒲，啊個有水橋，啊個有總條白宮。嗰時只舊嘅白宮地方，人當初愛做一啲紀錄片嘅時間，應該要先做調查吧？對，要做調查。耆老哈，我們的長輩啊，我哋都去到個白宮嘅都問講。咁呀萬呀，以前的故事我講俾我哋聽，我哋我寫起來啊，記錄啊，我攝起來啊，結果他們都有寫，就講出來。講出來，我印象最深嘅都開宗白宮，200年嘅，200年嘅以後都睇牛埔條嘅條線啦。
啊，其如叫用安尼人工速度讲出来，我唐多嘅老人家事情都讲，条摆日本人都一个佢从北共嘅富圈又抗油桶，抗油桶，可能佢下路有乜嘅军队嚟嘅啦，啊，美军喺度轰炸日本人，啊，都將把得4粒炸彈下來，結果3粒料嘅摕個總條，佢從北共嘅富圈冇爆炸，另外1粒係北共拆機嘅爆炸。嗰時見到講啊，一北共同安尼，學保有當安尼，學家仔冇用啊，迄爆炸時嘅迄個富圈嘅人都全部都炸，係有可能會炸到個油桶嘅啦。係啊，嗰時你哋做田野調查時間，都談到幾多北共嗰陣時嘅故事，咁副主席喏，你即係有談到某個北共嗰特別嘅故事冇？水口北共，水口北共。一個水口北共啊，吼，伊對日本時代，佢都有做一個洗水壩，洗水壩有兩個分流，伊個分流喺上頭，又有一個下流，但是上頭嘅上流呢，雖然係要睇個抽水嘅啊，下流。如果人總督潭頭村咧，安尼富啊，如果睇西山富啊，條擺攏係安尼嘛。佢講田野咧游泳池哦，嗬。咁唔過到一個是日本時代嘅下，到60年以後啊，本來係一個石頭北共嘛。啊，到富區咧一道居民種皮啊，嗬，到大家都飲錢，飲咩都提。做苗紅來做安尼北共炭啊，做紅來嘅，啊，所以人都講，個一粒石頭北共啊，又有日本人又做緊呢洗水壩咩，又分流都按到，都講，講安尼都裝一個北共啊，按到水口北共啦，都安尼來嘅。嗰時唔係啲北共類，即係伊啲油啦，同伊啲故事嘅名噶啦，嗬。啊！你從頭一個人咧客家莊地輩，如果看到嗰度北共，跟住去問詳細法，我發現到講一個北共其實後輩類無腔嘅來源，就無腔嘅故事，有時下我哋下我哋埋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檔節目我哋來賓，我哋呢屏東縣長治潭頭沙期嘅莊委者，還有我哋副主席嚟到現場同你講，一定讓我去記錄一定沙期地步嘅北共。我想問下莊委者嗬，即係你講我哋咧田野做起以後，我哋都吹啲書啊，吹啲繪本啊，唔能做乜下按功夫喺度拍片。因為今日上啊，而家科學進步嘛，嗬，個書記就看過夾嘅啦，書永遠唔看嘅啦，嗬，所以我哋都想拍片咧。過來，君自故鄉來，應知道故鄉事。所以我哋都想講，我哋來拍嘅裝批講嘅話，我哋記起來喲，記起來，時推進步嘅喲，唔免看書嘅喲，一片嘅本睇緊人看，我哋都過詳細。其實但你講真係冇唔錯，因為其實將書印好嘅嗬，拿到書嘅人啊，能看得到。冇拿到書人根本看唔到，但是我哋拍個樣片，我哋可以放喺網絡上面。其實如果冇拿到樣片嘅人，其實喺網絡上一切都看得到。咁像副主席哦，你即個睇參加一擺，譬如講我哋北共做紀錄片嘅時間，有乜嘅印象過什麼事情？有我像嘅你水口北共細人啊，我睇個抽水嘅咩？個太陽曬到鬼天啊，佢嘢都上副腿呢，包包啊拿過來去。唔過是冇做啥嘛，所以人哋放落去嘅啊，都順後頭擺攏有個呢巫婆魚咪學家務嘅啊，都拿下都安尼味咯，忙都呢都安尼，唔都呢都做鬼死嘅啦，係啊，家務個樣咧，個樣人。哦，係個巫婆魚咯，係安尼啊，所以慢慢呢，一個水口北共啊，嗬，都可以做客嘅。做客位嘅，到細人咧都我唔可以嘅抽水嘅，啊一個北共廟也做紅起來嘅，如果嘅，啊像一個榕樹北共啊，嗬，都對面有一戶人家喺開雜貨店，啊有一年一對雜貨店出來啊，
我才发现查甫本茶中毒，嘿，中毒，我说甲我用的咯，伊拄好两对面嘛，两对面伊都面讲，甲叶顺后拄好有一条榕树咩吼，伊都拿台摆，摆到70年头也给他大家乐咩，大家乐清风，他跟人如果去问名牌，问来如屯也个白公炭啊，做风起来，嗰时呐给他做风起来，他跟人如讲，甲既然也个白公炭啊，做风起来嘅咩，我哋如来去按多也个榕树白公。嘿，愈安尼落嘅啦。嗰時其實每啲北講啊，吼，也要講，也北講喺內裡，其實有啲個奇妙呢，吼，一開始如伊啲上對面咧，可能一啲茶貨啦，然後都做一啲榕樹去擺啲北講，其實佢嘛可能喺監察講伊保護一來，人哋來去個安全。咁種人希望也北講紀錄片除了標喺名錄上面嘅話，你話有乜個應用冇？我哋吼，愈係幼兒園啊，結校，吼啊結中。雙語學校，我哋攏有去標圖書館，你都同我哋講，講我哋一篇咧，我上個旅遊去度有海擺吼，本去每年個學生嘅看攏個好，我們就這樣子哈，有發表出去啊，鄉土教學，然後呢，從一上啊，哈，因為我哋雙語學校嘅學生誒，哈，佢這個畫出來嘅白工，哈，相當有構想力，哈，又係佢哋。因為咧，日本的小朋友哦，來都要住宿，啊，來要讀書，他們是吃素，就是那個雙語學校就是吃素的，對。啊，你看下按腦哈，給你畫出來圖相當，那我唔會難忘佢啦，又，嗰啲啥個？就嗰啲啥個？又人氣哦，哈，他們的想象力還蠻強的啦，係啊。啊，高中當初，佢哋先請我哋講，我們一起來了解社區。要讓他們學生了解講沙琪，他們條沙琪很用誒，所以佢哋來拜訪俺哋，俺哋都去帶動一次以後，他就覺得很不錯，後來都俺哋所有的活動裡面，我們也有他來參與，好，對。嗰時就變成講，其實一般人嚟講，我哋喺教育嗰時，比如講我哋講我哋嘅客家文化，見過北講很用嘅，北講很用嘅，北講都係客家應用嘅沖絲嚇，客家應用嘅去拜北講，但是按嚟講其實。就變成講係一種講法，其實對成年人嚟講法，伊冇辦法感受到嗰種東西。但是你變成一啲樣片，你講故事，每一啲包括冇講故事嘅時間，你看佢成年人話嘅呀，伊如果用這個嘅想法，強去畫出來，同時伊喺畫個過程裡邊，也係文化嘅東西。可以傳承，都變成嘢嘅東西。如果提個原來我哋客語北講哦，嚇冇都談頭有啲叫嘅北講哦，嚇，然後北講一邊東西，都慢慢地變成也影響地方，同客語嘅文化做一啲連接。但是我是第二講，其實我哋南部嘅客語喺擺北講嘅時候，有啲個重要嘅東西都噴發。我哋話地講就其實喺談頭地方做噴發一件事情嘛，做個好。咁係咪同我哋小解一下講，像噴發嘅部分，我哋用嚟去做一啲噴發，冇得講噴發有乜嘅意義冇？因為一個噴發係我哋客家人嘅傳統嘅文化，大部分客家人伊都像講擺北公去嘅呀，如果插一個噴發，比如啊個北公炭行去創業啊。因為一種嘅傳統嘅文化，故所以我哋都帶一個幼兒園嘅小朋友鄉下來同裝批講學，來鄉下來學，一到小朋友嘛學啊幾歡喜啊，我插哦，老人家嘛幾歡喜啊，裝批又講，同一道孫咧細嘅鄉下來講學來學插一個噴花，咁我一個客人咧傳統嘅文化。冇安尼教一道小朋友安尼傳承下去啊，喺白路冇人會來插嘅啊。唔早再講老幼共學係咪？幾種萬個情形咯。如果我哋小朋友來時節，喺我哋聽意晒教育咪？對，錯噶。像兩個裝批啊，如果批兩個小朋友。嗰時等於講阿公教孫一樣嘅情形，咁樣阿婆教孫。係，咁安尼對人哋老人家嚟講嘅話，比如講我哋聽意晒嚟講法，有乜心情係樣嘅呀？幾歡喜。幾歡喜呢？嗬，你即教孫一樣嘅你嗬，係啊。有一樣嘅插喎，有插乜嘅色嘅花哦。所以呢，兩方面都幾歡喜。咁對成年人嚟講咯，而這個係啊，因為對講教育唔係欣賞。
搞伊个就是种也阿公用的人，嘿，啊讲话伊个洗衫，嘿，个油吼，伊冇用现场用麻的嚟用的。嗰種係從我哋從來講辦法啦，嗬。你咪同我哋說明下個，比如講一個辦法來講嘅話，伊安樣去貼啊？我哋呢一個辦法呢，如果用一個新電法，佢哋做好起來嘅，一天來做啊，可以結束，啊冇如拿唔好，做到結束如係拿好。咁我哋請我哋呢主持人來聽拿好來看看啊。嗰時有冇散係？唔係，唔會散係。唔係。嗰時一條個貼呢？係兩隻算嚟聽拿，冇拿到盤呢。好，咁觀眾朋友，我今日拿看看，因為一般的盤法來講嘅話，其實一定要連盤的，因為裡邊其實冇表面法。但是我哋呢探頭嘅盤法，如果用拿得嚟都可以拿好，我拿看看下。哦，真是呢，伊真是都係你佢貼嘅一啲辦法呢，嗬，佢貼，然後佢將嚟法都等於講地杯全部用新電法，伊邊個地杯？地杯攏係新電法。只要用新電法，然後外面再插其他嘅，譬如話有乜個法可以插？因為我哋一個辦法，基本呢如果要用我哋客家嘅法，故所以基本呢一定要有個原版法。哦，有原版法，有原版法，新電法，新電法，係原版法，曲法，曲法，係，還有個墨。跟呢鋪用啊變薄。嗰時對我有辦法，唔單止用而家材料來講嘅話，其實都我哋譬如講我哋希望講我哋呢新電求新電，嚇，然後我哋原辦法求原版，嚇，我哋呢鋪用，嚇，我哋可以撇下。嗰時對你講，我哋呢辦法用起以後。好，譬如講我哋見起嚟，可能如果早一些嘅，後來人一樣種啊？用洗的咧，用洗比早，洗比早，啊都包好了，用嗰啲封紙啊，包啊一包一包，啊像啊主持人咧，哪嘢客到都可以用嘢去寫成啦。嗰時變成講有位辦法，其實係一種講佢環保嘅一種做法咧。一方面可以精神係咧係一排洗澡嚟變我哋嘅法水，因為其實法水對於我哋行業來講話係佢重要嘅精神啦，好，無論講我哋撇下啦，好如果有乜嘅好事壞事啦，好有乜嘅做到乜嘅事情啦，寫本身嘅寫啊。嗰等於講，而家唔單止可以精神。好，可以表達到我哋對生命的一種敬意，同時敬起以後，我哋嘛可以把生命的入邊，我哋講一種靈氣，好一種神氣，然後留一天我哋嘅法力會變成一啲法水，啊，然後嘛去俾我哋生存，俾我哋過健康。咁從的，譬如講我哋一般的北港談的話，係乜嘢嚟負責做辦法？哦，大部分人家嗰度，人家做乜咯？不定咯，人家個3萬啊，可能還有乜個下組條、條線條路來檢查，順沙路盤下，嚇，可能心裡有乜個話想去同白公講也可以，對，想嚟我哋求，哦，不愛來哦，順勢哦，不愛先求強較強哦。這個也有啦。就是你等於個北港唔單止係一啲神明，其實對佢到位我哋那個富人家來講嘅話，其實北港係一定佢創業嘅一啲朋友啦，一啲有乜嘅事情心思啦，事情可以同北港講。咁像我哋牧羊副主席啊，像人哋講，像我哋個北港嘅發財嘅話，而家發財大部分對喺哪度啊？大部分古時講，因為也辦法嘅發財呢，講哦。目前目標都賺得到嘅，唔是講一天可以買得咧。有因為頭班人如果上強啊，唔會講去買花來插無嘛嘅，啊都目頭目標哦漸啊插啊，啊都拿來白公壇行創業。佢等於講用喺哋身邊拿到嘅東西，目前目後種嘅發財來影響冇人哋嘅包工。雖然當我哋用嘅做辦法嘅材料來講嘅話，其實係我哋目前目後如有嘅發財，但是最重要嘅係我哋根本生命嘅個誠意。休息下喎，等下我哋埋嗰度嗰啲睇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到節目我哋來賓我哋屏東從事談到沙期嘅，從乜即係我哋副主席嚟到現場同人講我哋辦法嘅故事吼。像我詢問一下副主席，我哋記得我哋現場有我哋嘅封辦同我哋嘅舉辦，
也迄马个时候爱用到缝板同规板咯。像安尼创业时节，比如讲万福啊，我是讲青叶班啊，然后摆创业时节，如果做安尼规板，安尼严板啊，我是讲我卡有出店的啊，讲西来讲顺的啊，如果做安尼规板、缝板的，去苗方创业。但是我哋因为其实像规板呀东西的话，其实我哋好容易嘛有啊，刚刚的行业的规板同好容易的规板有乜差别？因为我哋行业的规板，唔要看头面拢有拍拍的，有拍拍的，好容易呢都规块拢缝缝。好，做法都冇共样。做法冇共样，咁做法冇共样，但是我想讲，其實而家嗰當然嘛唔多係一樣嘅做。我睇下同我哋講一下，比如講規板嚟講嘅話，嗬，而一樣嘅去做規板。像我哋有兩色嘛，係都係用拍嘅，拍嘅糯好嘅。跟糯米粉嘛，還是菜卵米粉？糯米粉。糯米粉。用糯米粉去攪都做得咧，可以少水同冷水安尼。安尼係。我都先做用拍嘅。個地洞腐嘅咧都十字網嘅，安尼填黏啦，都包嘅縫體嘅一批，包嘅都填10米都填抹好啦，抹好啦都用嘅模型填煙嚟都填安尼強嘅烤嘅都烤下落嘅，係見就一都安尼拖下去，嗰時都好多人咧都一食。有嘢拢縫過，我哋客家都有兩色，有拍嘅，有縫嘅。咁點解薄麥嘅牙啊？縫體嘅。薄係薄縫體嘅。嗰時都變成講，從一般嚟講，我哋新店板嘛係安尼。對，都係。好，都其實我哋有安尼兩色嘅啲規板啊。因為用嘅模型印出嚟都有貴嘅樣嘅啊，所以都很多規板。咁縫板咯，縫板喺睇到那個時間會看到縫板啊？一般人創業咩攏有縫板。係，我記得嗰種我哋瓜子嘅時候，要準備縫板。係，瓜子、萬福啦，創業攏有兩種攏會有啦。嗰種表示講唔單止係縫板、無論規板，其實聽係對客家人嘅生活，我哋講我哋指點地方，其實係啲幾重要嘅東西咧，嗬。咁我哋隔壁嘅咯，我哋隔壁嗰度，我哋在地冇晒係乜嘢時用嘅？像也都我哋咧農產品，嗰片咧嘅乾都係黃梨醬。一片一兩乾都係蔥油酥，喺我哋嘛喺我哋子宮做嘅啦，完全用刀去切嘅哦，切嚟安尼天天嚟炸嘅，所以安尼去攪麵啊，我是青菜濕濕嘅吼，攪啊，如果像我是炒米粉啦，我哋客人嗰個炒米粉啦，我哋客人嘛嗰個滷東西啦，也滷雞滷飯滷出來，咁像你聽我講嘛，頭先你講嘅白講吼，要拍嘅洋片。然後又做縫板，又做規板，然後又有那個我哋呢地方嘅鐵傘，好，然後同時可以講呢度北港區好老了。其實呢個地方咧，佢想都有啲立場嘅呢，吼。對，就錯。我哋哈也感謝我哋大人科技大學 USR 社會責任太基也希望，比如將把來輔導我哋做也半日遊、一日遊。他們會去收會，他們都是他們策劃啦。俺哋呀，如果你都有魚菜共生，好，俺哋給落潭頭有一個魚菜共生，就是熟一點然後它的大便就出來又吹長起來安尼，好魚菌生啦。然後又完了以後，我就到我們的據點，據點裡面我們可以學這兩樣都可以親手做，做完以後我們再帶去我們的。北宮，還有我們的秀才之家，這樣子就是變成了一個半日遊、一日遊都可以。我們要安排，所以我們這樣安排，感覺已經目前有兩台了，感想都唔會那麼，他跟你講俗又好哦，即係講一開始其實如果單純希望講可以擺幾用下的呢沙琪里波的北宮嘛哈，但是後來又發生一個東西嘅時間，就發現慢慢的變成一些東西搭強下以後變成一啲幾好老了嘅一啲立場，嗰個應該有兩台有攬產業來高個嘅，一定嘅反應嘛幾好。幾好。嗰時唔是做過辦法哦，因為學嘅都講，哎呦，我哋好多年都學下啊，講對，很好。其實對我哋客人嚟講嘅話，佢種佢常看到，但是對好多人冇呢個我聽人嚟講嘅話，一定從來冇看過嘅東西。好，冇從來嘅東西都可以挑一啲辦法，馬上喺體驗，我哋講
改流行一种体验旅行，嘛係一種改好嘅體驗旅行。同時，伊嘛我哋講貼辦法時嘛，哋講啊，我哋客人對北港嘅看法係其實同伊哋對土地講我哋講福德正神，其實係冇用一種對待嘅方法。其實我哋北港都像我哋嘅情人一樣嘅，我哋有乜嘅太太細細事情，都同我哋北港講，嗰種我哋用我哋嘅辦法，已經響我哋嘅北港。咁種唔能更加做按到嘅事情，其實我哋裝位者其實喺我哋嘅潭頭沙期嘛做過久啦。咁未來呢？你想潭頭沙期係咪有行動樣嘅一個方向啊？親用如何本他感人了解我哋潭頭村啊，所以我哋一下嚟普遍咧，下次可能我哋如保公照護站嘅發展啦，就是說客家人我哋90%人嘅客家人嘛，所以我們的客家還是要保存下來。好啊，將來我們也是要推廣出去，讓大家知道本客家人啲。好啊，也幾多地方我哋同人哋聯繫講，我哋能去觀摩我哋能去參訪啊，講好來，還蠻多單位的啦。嗰種希望講對啲細細嘅潭頭開始，嚇，唔單止我哋先照顧我哋潭頭沙期地方嘅大大細細，嚇，然後對啊照顧嘅地方。我哋發展我哋先吸收我哋咧北港嘅一種文化，慢慢咧，我哋希望講對潭頭做一啲基礎，去推把我哋客家文化推上去。嗰個其實看可能就潭頭嘅眼光幾睇呢嗬。唔可以講只係攞啲細沙期，我哋細個沙期慢慢地做啦，慢慢地發展啦，冇可能一下一步登天啦。啊，本人地啊那邊，我哋潭頭地那做乜嘅按樣嘅，嗰所以嗰度單位請我哋啦，鄉公所、鄉長佢對我哋嘅支持啊。係啊，對。因為我哋講輔助這些嘅家官，其實喺我哋屏東縣嗰一站地位一啲真正業務咯，尤其喺早期嘅時間，對我哋客家做過幾多嘅貢獻。咁這個做也深求，要其他嚟做也嘅主攻嚟講嘅話，你對潭頭也對未來嘅感想咯。所以我家官一路土生土長都喺潭頭嘅，你看100多年咧，嗬。伊感覺一潭頭近來嘛發展幾多啦，發展同之前都冇同樣啦，嗬。所以我做人咧深求嘅人啊，嗬。有咩？哦，有講到哦，有關懷據點去個，人要活就是要動，要動，唔好坐到頭屋卡本天使看啊啦，不是他個人如果行出來，啊本一個沙期潭頭沙期發展出來，所有嘅裝備如果行出來，唔好頭屋卡，啊一個沙期能夠進步啦，因為一下。老人化嘛，啊，政府也是要做這一塊，嘛對呀塊個認證啦，睇做啦，所以我哋做志工嘅，有咩愛對400米安尼配合一下啦，他個人的力量啦，啊冇一個人的力量也沒有辦法啦。因為其實你這個吼嘛過生意啦，你講，你這個會講啊，這個喺來這邊做志工吼，一方面照顧這個嘅家官家用啦，吼，一方面嘛照顧朋友嘅家官家用。但是我想問一種問題，你這個做一個總幹事啊，吼，因為其實有啲人因為講，我哋都講肯定是都好呀，做乜所以做志工咯，因為我家官家用睇嘅。唔樣樣嘅去同他人講，其實做一啲睇沙期做一啲志工，我都講來沙期，我哋聽到即看照顧一到聽一下，其實有乜好處？因為我啊吼，本來我媽媽喺金興村，我爸爸娘家喺金興村，啊我來到潭頭，我都同我爸爸媽媽講，今來潭頭哦，我哋啷可以見面咯，吼，安尼都唔是我因歸我家喲，伊都講好啊好啊，都來。所以來的時候，讓我本來就很喜歡沙期啦，因為我以前做工作也是社區這一塊啦。啊，我都過愛沙期，又過歡喜同老人家傾下。將來我應該嘛老人呢65歲呢，所以我也是老人家了。又安尼想啦，有這個地方可以讓我們這樣子來學，終身學習，這麼好。好啊，政府又來有支持啊呢，啊安尼更加來用啊，好，所以我們就一直推這個啊，有愛心。想着不是我而已，要一起大家一起來做啦，讓個發展又個好安尼啦。像今日輔助今日4推人呢，4推人攏佇遐據點呢，你看，可見他幾順呢對，做今日紅白的做盤啦，做啊輕鬆咯，一起同那太空下。啊，我又發現伊個，佢生意呢入來時節，叫我請，
那个是甜甜阿爸，那个是凤英姑姑，他们都知道。你那孙，你那是肯定会，他们叫名字，我很名啊，我吃通过了，牙痛痛啊哦，就你一做你两个太阳两个声音呢，那种的感觉让我们很感动，会感觉讲啊，真是老人家是有声音的，声音也是有老人家。可是变成讲也要关怀几点，唔单止变成一点我哋讲照顾我哋嘅太阳啥嘅地方，同时包括我哋以前跌喺嘅嗰種彼此的情感，其實潛咗上來。呢種東西當初做關懷基點嘅時，有想到有經驗嘅呢一種情形。當初係施老師、施園長，佢有想到帶我哋長輩去到佢哋幼兒園地塊種菜，同生意呢向下玩桌遊。這個構想我們就已經定下這個思考了，然後我們就慢慢一直走到現在，應該是屏東沿岸的看起來俺的成長，還有我們的發展也不錯哦，很多縣政府很認同我們哦，對。冇想到呢啲關懷基點唔單止可以照顧我哋社區地方嘅我哋嘅太陽上，同時透過我哋嘅老幼共學，嘛俾我哋嘅生意呢開始認識我哋社區地方太陽上。無形之中，把我哋嘅社區地方嘅感情又個圓滿，又個團結。今日感謝我哋兩位來到我現場同我講按到談條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客家，客家又來到我哋屏東縣松子鄉談條哈，咱入嚟聊聊。休息下哦，大家聽下現場來一通哦。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好好運動的時間了哦。你今日運動了嗎？請放起來，同永清先生來做運動哦。先生今日教大家的係伸展瑜伽，你準備好了嗎？請放起來，同先生來做運動的哦。今日先生要教我們彈力帶哦，你看先生後背，拿出一個長長的手架。那手架個特別哦，有彈性哦。咁冇彈力帶呢，唔怕，嘛可以用冇足到的襪同褲襪來做代替哦，然後來做暖身運動的哦。準備好誒，將同嘅彈力帶打開來，好，兩隻手做一個鉗，然後做一個划船的動作。腳打開來，第下面划船到上面，一、三，可以發盡量，同當嘅腳趾再放起來。佢中間，而家嚟溫片嚟划船，聽到先生慢慢地做，做唔到，我坐呢翻佢休息一下。佢喺中間，嚟做一個上下，從食材拿論方向盤，加上嘅腳出條。
下来，长筒的弹力带塌空来，好，慢慢的坐下来。弹力带带咧活结，好，莫打死结哦，等下会又唔空哦。好，而家可以侧躺。地上面手下，好，加上喺舒適出去手下，舒温软可以不用下來，好，剛剛你的身體莫晃來晃去哦，骨盆要穩定，肚子豎空來，繼續做。好，來彎片，而家彎另外一片。用側躺，如果剛剛你也會更軟，你可以規個面度，好，可以規個面度，一隻手柄喺胸口前面，手下手下，假如彈力帶呢，要俾你的阻力，你的腳會更軟，更大的力量去訓練你的腳的肌力。好，來更加肚臍讓咩天來下，好一樣哦，你的手可以不用喺你的下巴。好，你腳啲後背踢上去，你一隻腳嚟做試下，2、3、4、5、6、7、8、9、10，點解我哋慢慢地重新移到另外一片，好，來同呢另外一隻腳踢上去，3、4、5、6、7、8、9、10，慢慢地過來，好，放起來，來做一個延展。一節放起來，好，更加同呢另外一隻腳去，好，它放落嘅，同我哋呢腳，先按嚟邊，好，再啲後背，腳放落，後背，啲後背綁，後飛燕哦。做停留，做唔到唔怕，你可以一隻手好誒，安尼都可以嘅，可以呢兩隻手，胸口打開來，慢慢地過來，往側邊，好，你腳可以
用在前面、旁边、侧边。唔可以认怕，如用嘅做数拿论，另外只数哪个？可以用只数拿论嘅弹力，做嘢停留。4、3、2、1。好，慢慢的过来，来弯片，好，来脚，正前方脚放来，可以呢，慢慢的可以往后拉，另外再数，伸出像小飞燕用的比上去。归来正面，另外只脚可以到正面，好，旁边勾腿，再慢慢的用只手做停留。好，来复习前面的动作的哦。而家来用隻腳，才能欣賞同下做哦。来弯片，用啲上面貼上去，頭前上有講，唔可以佢面下去，好像已經暖好身了，你就可以撐起來。再來啲後踢，彎片，好，慢慢的起上來，同個彈力繩，上來，起起，跳起。今日的動作你學會嗎？學會嘅嗬，好好運動，還能下次當來了。